上团节目咧，你绕墙道系，你高台歌还有舞台这类的节目地图，老大家来分享了老年大擂推介六强吼，基本上吼真紧系，你讲故事充满来到你个节目个现场，所以天然来分享个系南外两届个故事来到节目地图，一开始咧先来分享个系你带到新竹界李文登李台歌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文芬阿芬姑，当欢喜来到福喜来有只节目，让大家大在鼓。哇，你阿芬姑系么？好哇，分享伊吼，天然咧你个绕墙嘅系迄个苗栗嘅林善东林太哥。大家好，乡亲朋友，我是林善东，当欢喜来到了福喜来了只节目，来大家大嘴鼓，什么感谢？哇，部门了两届台歌吼，我今年就是当欢喜，改下广告嘅时间吼，绕墙去两届错到两片时间，富裕爽嘅严肃都唔讲袂，结果咧，刚刚一扫嘅记到会说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边姑哦。佢有強條冇強條差唔多啊？係哦。吼，冇嘛冇按偏心，按偏，係冇係咩樣嘢？佢按嚴肅啲，按看啲林太哥笑都按樣嘢，係冇？呀，此言如何啦？呀，喺客家節目啊，就大家歡喜講嘅來，創嘅來，呀，嗱啲因文化就推廣下去。唔過公司採訪吼，也係冇簡單哦，也係鬧熱大陸嘅六強嘅。實在講也有經過了一番的苦心去，咪講嘅古嘅也一啲，唔係會唱古嘅上台就啱會唱。你藝術歌曲將我本人嚟講，來那個大擂台比賽了三個啊，處處創新啊，冇一處唱老歌詞。哦，此外上電視台開始處處創新歌。啊，冇。所以講專於切磨下。又要做條路，又要練歌，又要練歌，又要做啲歌詞，唔曉得下滿啲就太咯。因讀嘅書唔係青島，哪有特殊歌嘅人做到完完全全，唔過林太哥也表示講，伊真有心，因為青島嘅人佢唱歌嘅時節，佢做得唱拼伊唱歌嘅啊，係嘛吼？唔過伊堅持特殊歌都係行嘅。呀，真問題啊，青島呀粉絲啊，你客家朋友。從頭打電話，都唔做乜嘅處處歌嘅創新歌嘅，處處歌創新歌嘅壓力唔係輕大。係啊，係講雖然大，但是我既然上來了，因為客家節目電視台，因為發揚，本人很認識個，哎呦，呢隻林善東唱嘅歌，人冇空㗎，我就朝呢隻方向嚟前進。哇，挺好嘅，哎呦，真正係真正嘅，離台個談到。講講用音，你咪係山歌河搞嘅素材，因為做啲切卡寫歌詞。係，山歌老地方歌冇強用嘅素材咪係。見特殊歌詞寫出來嘅唱法全冇強用。100人100個人來唱，可能100種唱法全冇強用。係，呢就係山歌河搞嘅素材。一般你都講傳統嘅唱嘅是係比如講山歌子嘛、平板嘛、羅山歌嘛，吼，杜南嘅大陸推比還有小調、小調嘛，吼，所以其實對我都唱，我唔會唱歌嘅人彈起來吼，我是咪啲講哇，係啲係啲傳統嘅山歌，不過其實佢嘅節奏，其實佢傳統嘅節奏，其實佢張學友的你講自由派，自由節係自由。係麼？哇！我哋下當建築嚟，我度兩屆專業嘅面前，我一講吼，我會感覺吼，哇！我會有點流汗咧。因為係嘛吼，佢家係自由派哦，唔係講，所以就咪從李太哥講嘅，哇！從以來特緊呢度冇強嘅。係，因為跳擺長山歌係當水橋水性，像以前水橋長山歌，其實貴幾變暗道，所以你一下係。上到按度講改良山歌，就規定當到唱法落去，冇像跳擺人唱山歌按水性，按水時唱。有冇而家差染雜差？有冇改編去改編，改編去改編？哦，我哋還是從注意改編，伊是從上來有冇？古說都山歌嘛，吼，雜差嘅時間。跳擺山歌啊，係認真講起來就很多唔強嘅唱法，廿下南語人就啊，外國人講南強啊。因為五強較過癮，
南腔处较随性，较大意。就一出研究底下才变到人讲五腔南腔，有两种唱法。唔过吼，公司采访吼，因为李太哥也系李大哥吼，李太哥吼，其实吼，农业大陆对比下来，下面唔系是礼拜六礼拜呢，系家长夜嘅时间，咪系一种当冲起嘅，你当冲起嘅战斗有冇吼？其实除了吼有实力之外吼，其实咪有当有耐性，还有当有你讲当有毅力这样做的吼。系讲你下讲现场咧考试，你就从2级时候有发图吗？精彩做的。哎呦，哎呦，3个表的副台都哎呦，随时是溜出来唱的无，跟马上会升来。做得。林太高升好嘛吼。迄阵应该下台，下落位。总咧从跳球哈，总咧从10分钟哈，2级咧本你会向前了咧。样啦吼，因为好搞节目地位啊，从爱平常出门实验的重要。讲到19面无风啊，就水桥来去唱一条山歌出来。爱黑了是奈酒。免酒啊，风啊，奈黑了霜啊台啊，来做啊你啦。各位东西啊，所以讲迄3个好搞出来样。水桥七彩点，总会唱落去。水来水调3个是唱出来咧吼。咁讲咱谈以来吼，我上团节目访问吼，两届腔当腔界高手，第一团吼又拄到你2届当腔，我感觉200届了腔一变哦，做得很好。样啦，各位东西啊吼。我甲讲过，每一摆唱完吼，视情况施了只歌词，给你临场很样的，唔要讲会唱古的，大摆就按会唱。但是他的当然技有价一天的水准啊，佢起的黑，一天就也水平有多了，但是要达到巅峰啊哦。佢就要看个人的状况，因为唱一定要做头，免不得动作事情。系啊。所以讲来到了比赛，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唱到金美团啊，最好就天发动地。我第一物个投入本来做，唔本来做，我莫接嘅天发莫开始。唔系唔系，个钱唔是创很多，还有吼个天发吼数起来，个吼会水较爆。钱傻傻就。黑面按样，钱迄傻傻都唔过个比赛个时节个天发数起来，钱唔是创很多，会水较爆的，有冇吼？唔过个你睇讲，你谈到你个林太安唱，你也来2期落去变下。好啊，莫爱攞艺术。班后偏白下手演彈過。哦，好。好，我來，講來就來。險愛了從哪個啊？愛就從你談哦。莫嫌阿非愛嘅山哪個啊？莫嫌我生啊！然後普通片版冇強壯嘅劇，佢就加時按到版頭片版。係啊，我要同你從一次加個名咧。水橋，即係講3個水橋唱哦。我就講我講5腔南腔，講我唱5腔，你要繼續唱南腔。啊，安樣嘅嗬。2個都出來了。咁個嗬。咁奇怪哦，因為你睇過咪係新中音，係講下講去了。咁講從3個即係從4年嘅。咁個所以本身講去了，所以唱嘅嗰3個嘅歌詞法就咪錯誤錯。啊！所以比賽中間係直接唱嘅本編成糾正。誒，係成日講到你係即係連睇共樣少都按用完咯。有冇？因為以外有事情發生。係冇，因為公司採訪也唔係按簡單，因為青島嘅3個佢發現係試驗嘅強調啊，發現嘅。其實佢哋咪唱得啦。佢哋咪唱得，咁講冇強啦，未有佢哋歌詞嘅啦，係冇？咁個按樣啦，開錄試驗啊，愛唱唔係真數個愛唱開錄。
哎，人家唔要講法，是做對唔係做唔對。你冇一機開了一機時間，哎用創佢唔上過嘅。按樣做做唔係得啦，按就唔將。唔過計下嗬，嘅連泰國啲嘅 sale 嘛嗬，既然嘅一般來講比賽比賽嘅時節嘅評審係咪公平嘅？係唔係啊？嘅對人來講係唔係也係哎以後嘅回饋？從頭講，佢能夠坐到電視台嚟做一隻評審，其實都有咪講三樣三嘛。佢喺冇按樣功夫，佢唔會搶佢，所以佢講出來，唔安慰，唔就人談起來再去研究過。佢講嘅錯嘅唔就學佢啦。係萬一佢講嘅，伊冇乜嘅接受唔下嘅地方，一唔係講佢講嘅唔錯，伊就啲人就冇學。我嚟學佢啦，嗌佢自己要求，嗌自己要求。我係知道有無強嘅缺點，無強嘅功能哦。其實嗬，昨天嗬上次請視頻嘅去談無強嘅意見，其實就係喺有青台嘅收穫嘛。當然是東西強弱，習慣冇強弱，永遠下是聽，永遠下是好是啱嘅。咁我係本身係好是聽嘅，而係我本身啱嘅，實在沒有一點嘅難度，所以平時講嘅。我都唔拿嚟做參考，但係某一天適合出家，遷到出家適合嚟解。嗰條路來行錯麼？唔過係講只是講到好釀造嘅先講條一些艱苦麼？唔係啦。咁個兩種問題啊，講先講到艱苦，你咪講係，畢竟你係來比賽，你係參賽者，佢係評審，佢講你在人生中嘅，所以就研究。你做咩嚟吐槽啊？你用我嚟吐槽啊？我就欣賞人建議，我年紀平等，啲輩冇按步出來去當錢啊，唔係按平平平平啊。你拿大要比賽佢就低啊，所以講你冇嚟拗，你轉移，我要錄轉移啊，咪是就錄，你轉移過要過。誒，先生講嘅要是，所以咪進步嘛，要進步嘛。你講實在，咪長久下來，不管你從二成煙，就係要冇二成煙，其實一樣比賽下來係咪進步？你一談比賽時間，細個咪進步當日，進步當日啊！因為要比賽壓力。啊，要壓力。你咩講？唔係唔得講壓力啦，其實壓力天從咪要嘅啊，之前要咁個，肯係愛偏鬆心，輕鬆去創新歌，創歌嘅快樂，希望係嘅連太講唔開嘅創歌嘅情懷咯。將你播出觀眾朋友來看咧，我幾乎都唔係講以強鬆唱啦，但是呢。你唱強鬆唱飆啊，平時就講你唱到很放啊，你講動態行，跟住唱到當反應啊就清楚嚟啊，但是在於就要笑啦，個笑真正緊啦，因為你已經習慣嚟啊，像我要表演，唱到表演啊，就按樣唱到乒乒乓乓，大家聽到喊翻起哦，越唱越震撼力，就按樣。幾無強用啦嗬，比賽如果較硬，就查到了嗬。咁講嗬，基本上嗬，就是就喺繞牆度，你鬧嘅大擂台嘅六強嗬，嘅歌手咯，大家來見面來分享幾條學生歌嘅，呢條嘅經驗，然後係講幾條比賽嘅經驗，實在係真難得。咁過嚟請你嘅鄉親們先聊下，飲下茶，你一定下做咩得談故事。